你讲的有一句话我非常惊讶，你说我非常讨厌这种游戏，为什么？不是因为你随时会觉得他会害到小孩，可能你们追求的就是那种失控的感觉，但我最讨厌就是那种失控的感觉。我今天想要做一件特别的事，其实我内心一直有个愿望，就是让雷妈感觉到我冒险的过程。这位太太可能不知道会不会骑，没事，可以哈，没事。好好好，越没经验越好教。好，我们试一试。你可以压到一个石头，它会这样跳；压到一颗，它会这样跳；你压到一排，它就是这样在跳。所以你一定要出力抓稳，这样才可以保持好。30分钟啊，会骑个10分钟。满满的，让你无超出。而且等一下我们海边跑完了，我们还有山上要跑。我觉得真的都体验看看，真的。你们几个人出去，会有人帮我们骑回来吗？基本上不会。哦，小心，可以吗？往下走吗？直接往下走，脚要上去，脚上去。对。他不会翻车，他绝对不会翻车的。好，再去，升到底，对，走。哦，等一下，我先过去。脚不要。那明天可能手不用背。来一口气，手抓稳，一口气上来。还好吗？你还要骑吗？不要。真的吗？好，我换人骑，老公载你好不好？帮忙拍一下。辛苦了。好，我载你老公，让你玩玩什么叫沙滩车。我们接下来就好好享受人生，好吗？刚刚什么感觉？冲上来的时候？冲上来觉得就很怕他小完掉，然后冲上来的时候终于上来，然后就好感动这样子。不知道嘞。我觉得给人家载真的是太爽了，给老公载真的很爽，对，给教练载也不错啊，只要是给人载都可以啊，好好玩啊，太好玩了。你讲的有一句话我非常惊讶，你说我非常讨厌这种游戏，为什么？不是因为你随时会觉得他会害到小孩，可能你们追求的就是那种失控的感觉，但我最讨厌就是那种失控的感觉。有时候伴侣啊，好像很难让对方了解我怎么会愚蠢到让你骑，这是我的错。就我没有办法操控，因为你让我操控，我就全精神都在那个操控上，然后觉得它会翻掉，然后我根本看不到旁边是什么东西。对，我只会叫你拿方向盘，对。